大家好，星期二得到，今日係2026年3月1號星期日啦。大家去日本旅行，通常都有去居酒屋嘅經驗啦，係咪？實際上呢，居酒屋顧名思義呢，就係飲酒嘅地方，所以呢，佢哋嘅食品啊，一般呢唔係話十分之好食嘅，因為佢哋乜都有，不過勝在呢係每一樣嘢都唔係話好出色。尤其是普通嘅居酒屋，當然啦，你話啲好出名嘅居酒屋，咁佢哋裏面可能會有譬如燒料啊，即係嗰啲串燒啊，嗰啲做得特別好，或者炸物。咁但係如果你一般嘅居酒屋咧，我哋食過咧，其實咧食物質素就認真麻麻地，因為佢哋咧主角係飲酒啊。好啦，日本人去就好中意飲酒嘅，佢哋咧有啲地方咧就任飲啊，食就冇得任食。即係好多年前啦，而家有啦，而家好多嗰啲放題啊，周圍都係放題，而且好高級添，係嘛？有埋啲和牛啊、長腳蟹啊、魚子醬啊、龍蝦任食，而家越嚟越多呢種。咁但係咧，之前咧，你會發覺好多嗰啲係任飲嘅多嚇，嗰啲主要係啤酒啦，咁啤酒實際上你飲得幾多啊？係咪？因為好好賺嗰啲水嚇。好啦。咁佢夜晚咧，日本人咧真係個個都掟翻杯嘅喎，係咁飲嘅喎。食佢哋唔係食好多嘢，但係飲啊真係飲好多酒。好啦，最近咧喺九州嘅鹿兒島有一間咧係居酒屋啊，咁佢咧就係門口貼咗張告示，結果咧呢張嘢喺小紅書爆紅，令到大陸嘅網民集體崩潰，就話歧視啊，更加揭起一場中日網民嘅大戰。好啦，呢間嘢咧叫做大眾酒場啊，BEET 啊 LE 圖係嘛？係咪 B 圖啊 ？B 圖南啊，唔知係咪咁讀啦？呢間咧係喺日本鹿兒島入邊嘅一間居酒屋。佢1月24號，一個內地嘅網民喺社交平台小紅書就影咗張相出嚟，裏面咧就貼住啊，佢根據呢個 Google 翻譯就係抱歉。中國遊客不允許進入商店，呢個係根據呢個翻譯嘅，上面就係日文啦嚇。其實咧睇落去咧，其實你都望到啲噶啦，佢嗰啲日本漢字嘛係嘛，新宅唔知乜撚嘢，跟住一堆嘢，跟住咧中國人之觀光客之方乜嘢入店出來，好啦，下低嘅翻譯咗就係咧，即係唔好，總之咪撚入嚟啦嚇。好啦，呢個網民咧就表達強烈嘅憤慨，直指店家行為係赤裸裸嘅歧視，並強調呢種咧係連坐法啊，根本就一啲都唔合理。佢話唔通所有中國人都要被禁止咩咁樣？如果要抱怨集體責任，請先反省自己嘅道德觀念咁講。好啦，呢個文章咧一出就引起軒然大波，輿論咧就迅速發酵。好多大陸嘅網民對此咧就感到心寒。認為呢個咧係反映到當地部分商家對中國遊客嘅敵意，甚至將佢上升到中日關係惡化嘅縮影。網民亦都建議近期應該審慎考慮去日本旅遊計劃，以免遭遇不友善對待。咁你去俄羅斯咯，去伊朗嘛，係嘛？定係柬埔寨啊？隨住鹿兒島呢間叫做居酒屋啦嘅歧視性告示就持續發酵。更加有啲細心網民就展開網絡起底喎。發現呢張咧引發眾怒嘅告示就唔係新作嚟嘅。其實咧早喺舊年亦都有一啲去當地旅遊團嘅大陸客喺社交平台公開過舉報同一間鋪頭，並上傳一張內容完全一致嘅 Google 翻譯截圖。呢個意味住咧，呢一張係充滿排外色彩、公然拒絕中國遊客入內嘅爭議性紙張，已經喺鹿兒島呢個街區咧係公然展示咗4個月之內之久啦嚇。顯然咧根本佢就冇心咧就撤換，而且咧係特登跳出嚟。對於經常去日本旅遊嘅香港遊客而言，呢類極端案例咧係屬於罕見嘅，但係唔係第一間。點解咧？因為喺東京、大阪等啲熱門嘅旅遊區入邊咧亦都有傳出部分小型店或者居酒屋以語言溝通障礙或者唔接待外國客為理由拒絕中國遊客入內，係有嘅。佢哋咧唔識聽嘅，好多人咧尤其是啲小店
因為我哋真係遇過啊。嗰啲小店咧，佢唔識同你講，佢咧就打個交叉，一個十字啊，用雙手打個十字喺個頭度。咁意思就係話咧，我唔識講你啲語言，我唔做你生意咁樣。嗱，呢樣嘢咧，實際上係日本係的確係咁樣嘅，因為佢真係唔識同你溝通啊，佢又唔識英文喎，你又唔識日文喎，係嘛？佢通常見到外國人先會咁樣嘅，不論你係中國人、英國人、日本人，總之你識日文佢就咪溝得到啦。如果你唔識日文嘅總之你講外語佢一概唔識嘅。嗱，好啦，咁跟住咧，亦都有大阪嘅餐廳咧就貼咗一張紙出嚟咧，亦都有人令到好多中國人咧就好憤怒。點咧？嗰張紙咧就用中文寫，有很多人沒有禮貌啊！我們不允許中國顧客光臨我們的商店。感謝呢個咩字嚟嘅？你啊，好係個你字嚟嘅。感謝你的理解啊！炭火烤雞肉串啊！依間鋪頭叫炭火烤雞肉串。嗱，其實咧呢件事咧，我哋都可以攞出嚟討論下嘅啊！究竟係咪呢個歧視咧？咁樣好啦，呢件事咧就當然兩地網民討論都好緊要啦。咁喺日本嘅群組咧，係大量支持呢個鋪頭嘅聲音，咁當然中國梗係反對啦。喺中國網民嗱，實際上你要理解一樣嘢，日本好多人真係唔識英文嘅。嗱，你去東京啊，或者去大阪有啲嗰啲叫做旅遊熱點啦嚇，佢通常都可以講幾句嘅，又或者咧手勢搭救，因為佢願意做嘛，佢係做遊客噶嘛，佢好願意做遊客生意。但係有啲小店咧，佢真係佢唔願意做遊客生意，點解咧？佢唔識講啊，佢一句都唔識講嘅。日本仲係好多人咧係一句英文都唔識嘅，所以咧佢拒絕做呢個外國人生意咧係真係有嘅，即係你好似咩啫嘛，係嘛？即係佢連，因為咧佢哋費事同你做語言啊，佢費事誤會啊。嗱，當然啦，中國人就唔會嘅，無論你係咩人都好啦，你只要幫襯咧，佢都好歡迎嘅啊。最多同你係咪叫做咧雞同鴨講，或者手勢搭救等等，或者咧用呢個叫做寫數字手勢。日本人咧佢唔係嘅，佢哋為咗咧，即係佢哋為咗專注佢哋嘅業務咧，佢唔識嘅嘢佢真係打交叉嘅嚇。尤其是佢唔識你嘅語言，佢認為你講嘅語言同佢唔同嘅話咧，佢寧願唔做生意啊！呢個咧以往會多啲，而家其實少咗噶啦，因為咧而家好多人都識英文啊嘛。咁你唔識講日文都識英文嗱，不過咧而家有一樣嘢方便咧，就係翻譯嘅 Google 翻譯，好簡單嘅，你講一段話，跟住就直接翻譯成日文俾佢，佢又都講完日文，你錄音就可以翻譯翻做中文。其實真係好簡單嘅，而家即係嗰個溝通咧，照計就唔會有阻礙啦。不過咧，日本人的確係屬於好保守嘅民族。佢有一大班人咧，佢哋真係保守嘅。我見過啲居酒屋咧喺東京嘅啫，喺嗰個地方咧都係遊客區嚟嘅，喺新宿啊。我諗下嗰度係新宿定係咩區？我時間成皮。總之咧，地鐵都有附近有地鐵嘅，係遊客區嚟嘅，有酒店。咁但係有間居酒屋咧，真係喎，你一入去咧，佢就打個交叉，佢唔做你生意，因為佢唔識講啊。嚇，嗰啲即係年紀咧，佢50零歲啦，嗰啲日本鬍鬚佬啦嚇，咁佢真係做個手勢出嚟就係唔做生意。好啦，咁所以咧你冇得怪嘅喎，咁人哋唔識你嗰啲話唔做你生意好正常啊，即係香港地係嘛？嗱，香港地就少啲，佢好少係因為語言問題，最多就同你咧就係一嚟身體語言啦，二嚟咧香港人咧整體嗰個外語水平都 OK 嘅。即係佢咧，好多人都識講幾句。你係咩人咧？佢都可以同你嗲兩句嘅，係咪？當然日本人佢可能即係一兩句日文應酬啦，係咪？好啦，但係咧日本人佢真係唔識外語就唔識咯喎，係嘛？咁當然啦，亦都有啲中國人真係咧係做咗好多行為出嚟嘅，其實係累街坊。因為咧你一個人嘅行為會令到你所有同你一樣嚟自地區或者國家或者差唔多望落去差唔多嗰啲人咧，都會俾人歧視嘅，即係好似嗰陣時2020年嘅3月份，我哋去土耳其，當時周圍已經開始有咩嘅啦，已經有嗰啲叫做肺炎，我哋周圍傳嘅啦嚇，武漢肺炎。咁佢哋咧，我哋去到土耳其，嗰啲土耳其佬啊，見到你中國人面孔咧，佢就烏慳咁樣啊。其實意思就係你哋係病毒啦，係嘛？咁有咩辦法啊？咁你哋係病毒喎，搞到我哋都俾人當係武漢係嘛？當係病毒，呢個冇辦法嘅喎。
係嘛？咁梗有啲中國人周圍去咧就做啲乞人憎行為啦，隨地吐痰啦，係嘛？抌垃圾啦，或者咧衝紅燈，或者總之做一啲好滋擾性嘅嘢，或者好嘈啦，係一定有嘅。你講整體嘅，咁所以咧你話喺外國啊，當人哋誤會你係日本人咧，其實係覺得你有修養，係嘛？有禮貌，係甚至乎覺得你係優質嘅呢個民族。如果你一俾人知道你係中國護照咧，即時咧嗰個笑容冇咗，係嘛？嗰啲面口乜都唔同晒嘅。咁如果你話俾人知道你係台灣好啲，佢知道啦，台灣唔同嘅。咁香港當然啦，香港亦都有個品牌，啲人話香港咧，佢即刻嗰種歧視會減少嘅。你去到好多地方都係嘅，人哋問你咩 view for 咁，你話香港，咁佢嗰即時咧冇種戒心喎。你話 China 咧，好多人咧係真係個面口即刻唔同咗喎。呢個冇辦法嘅。咁如果你去到外國好多地方，人哋估你係Japanese。Korea 咁樣咧，佢其實就會覺得你係相對有禮貌嘅，即係睇你衣着啦，可能覺得你衣着比較咧時髦啲，大陸人好薯咁有時着得嚇，當然都唔係啊，後生嘅都着得都幾煙下嘅，係老嗰啲比較薯啲啫，係咪？好啦，咁所以咧呢啲係咪一種文化差異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嗰種集體嘅形象，當中國人嘅形象集體唔好咧，就會有啲嘢咁出現咯，係咪？呢啲咧實際上。日本人初都係咁噶，佢哋後尾咧專門教育嗰啲日本人啊，因為日本人好多係真係冇出過國嗰啲咧，嗰啲係鄉下嘅農民嚟嘅，真係一出去就係可能周圍屙尿日本人會周街屙尿噶嘛，咁佢哋咧有教育嘅，經過一段時間教育，所有人出去咧，你要保持禮貌要安靜要有點係真係教育係要教育佢出邊唔好丟你嘅國家嘅架。南韓實際上都係啦，韓國人出去最撚嘈就韓國人噶啦，係咪橫衝直撞又冇禮貌，一樣噶，都係要受教育噶，係嘛？咁所以咧，中國人每個人做好啲本分咯，你唔好令到人哋出醜咯，係咪？最緊要唔好令到自己出醜，係嘛？呢節咧我哋講住咁多先，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多啲留言，多啲 like 同 share， 覺得好聽嘅可以介紹俾親戚朋友聽，訂閱埋 Patreon，多謝晒，拜拜。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直接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多謝。